我们其实是一个很疯狂的一部就是喜剧，导演都会想一些梗，然后我觉得哇天哪，我花贵终于可以耍帅了，因为花贵已经就是很木头啊，然后很呆的形象也是呈现在我们的戏里面这样，然后相信在后面还会有不停的在剧本上面会有一些呈现给大家看。有一次大班户外教学有来过，好像是，因为以前没，好像以前因为我大班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盖这样，好像就一个小小的地方。我觉得我跟九九相处得很好，但是他会想要不理我。他会想要不理我。你去睡觉。因为这一档戏算是第一次跟佩嘉合作，对。到第一天跟你拍戏之后，你的感觉跟我印象中你的个性差蛮多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一开始要来，然后我还会担心说，感觉你外表看起来有一点像比较害羞、比较内向的人，就一来发，OK， 好，完全是一回事。我想接下来拍戏应该是蛮开心的，会不会很难相处？偶像就是天团私底下是长什么样子，有点好奇又有点紧张。但是见到面之后，一个比一个好相处呢。我们应该算是，自己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我们应该算是私底下不太在乎形象的一个对团体。对，可是就是要不在意才帅的自然。自然的帅。对啊。不要假掰的帅。对，反正就长得帅 OK 啦。随便都帅。帅。好不要脸。